大家好，我係 Winga， 今日同大家分享曼城喺世界冠軍球會盃嘅精彩戰況。喺亞特蘭大舉行嘅 G 組賽事，曼城以6-0大勝艾因，取得小組2連勝，成功晉身16強。比賽開波僅8分鐘，曼城老將根道簡喺禁區內一記福至心靈嘅粒射，為球隊先開紀錄。27分鐘，年輕球員艾切維利利用自由球射入第2球，幫助曼城擴大優勢。上半場補時階段，射手夏冷主射12碼入球，令曼城半場領先3-0，形勢一面倒。下半場嘅73分鐘啦，34歲嘅根道簡再次發威，冷靜入射成4-0啦。之後曼城由波比同新兵卓基連入2球，最終以6-0大勝對手。曼城喺小組賽另一場同韋達嘅比賽亦以4-1取勝，連同組2連勝嘅祖雲達斯，兩隊都已鎖定晉級資格。嚟緊曼城同祖雲達斯將喺星期4交鋒，爭奪小組首名。總括嚟講，曼城今場表現非常出色，攻防俱佳，晉級之路穩步向前。大家記得留意星期4嘅焦點戰，睇下邊隊可以稱霸 G 組。我係 Winga， 下次再見。